我要转做机场捷运，请问我先出站么？我到哪位坐呢？请先行出捷运出口，停定一个方向，直接向前行，就做得行到机场捷运线 A1 站台北车站，转坐机场捷运嘞。好，今日到桃园机场听一行下，我坐出太茶，也去普通茶呢。建议唔坐出太茶，做得上10多分钟。行一병茶係下晝4點發茶哦。好，請問偏數喺哪邊呢？偏數喺面前50公尺右偏上。講啲捷運站同茶道行都做唔得些東西哦。感謝你嘅講啲，請問入附近呢係咪有一位古蹟？係啊，北門係清朝統治期間留下來嘅古蹟。都見有8多年嘅歷史，整修過後，一下喺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嘅重要地標哦。哦，原來就係入邊啊！順巷還有富台嘅洋樓、鐵塔鋪、三江倉庫，有幾處日治時期留下嘅古蹟，都當值得一看哦。哇，我愛把握時間去昂啊！唔過，我嘅行李有一些嚟到呢。唔是少啦，我哋有位有行李置物櫃嘅服務。還好呢，也按樣嘅省錢呢。草村細嘅係1點鐘10元，草村大嘅係1點鐘20元。唔做得用下大嘅置物櫃哦。好，請同我講按樣擺使用。請先選置物櫃編號，接下來愛設定密碼，再落20元嘅基本費。佢希會送出密碼紙條，本留存。嘅我按樣擺拿進行李呢？請先簽置物櫃編號同密碼紙條，接落佢度，再補足置物櫃嘅使用經驗，就做得順利拿出行李耶。我哋咧，按自己哦。唔是生意，要到爽快哦。